Hello，各位觀眾，大家好。我而家咧就一個人喺巴厘島度緊假。今日同大家傾一傾咧 Solo Traveler， 即係獨旅呢一個課題。其實係身心好堅韌嘅一個考驗嚟嘅，亦都係你內心強大嘅一個測試嘅方法。曾經咧，我係擁有呢個特質嘅。我細個嗰陣時好中意獨旅嘅，不過咧就好似我面上面啲膠原蛋白咁樣啦，隨住青春嘅流逝咧，已經剩低無幾啦。其實大學畢業之後咧，我已經冇試過一個人長時間去獨旅啦。大學嘅時候咧，我一個人咧就試過 backpack 喺歐洲玩咗3個月，將近4個月，跟住去印度又係背包旅行咗3個月。嗰時係少年不知愁滋味啦，初生之犢咧係不知道咧孤獨有咩唔好嘅，都係可能因為我未有機會去品嚐過讓陪伴嘅樂趣，或者要旅伴嘅方便咯。畢業咗之後咧，因為工作忙碌啦，就開始跟旅行團啦。咁始終有團友啊、同事啊、伴侶啊、家人嘅陪伴。中年之後咧，開始從事呢個旅遊行業，自己都搞團嘅。咁係成大紮粉絲啊、團友咧，同我一齊去旅行嘅。而且我每一年咧，仲招呼我屋企人咧，想去郵輪嗰度坐郵輪。我好多時都會有觀光局嘅邀請啦，邀請做啲媒體團啦。咁我寫旅遊書咧，過去我寫旅遊書咧，我都有攝影師跟我去影相，因為我自己要出鏡噶嘛。最誇張嘅就係拍節目啦，無論係拍 TVB 啦、開電視，還有台灣嘅亞洲旅遊台嘅節目，都是一大堆嘅 crew 一齊去嘅。個 crew 嘅 size 咧，最細嘅都4個，最多嘅 crew size 咧成10個人嘅。名字憑什麼嗰次有超過10個人添？所以咧打後咧，我所有嘅旅行咧不受寂寞嘅，只有分別係2個人嘅旅行、4個人嘅旅行、10幾個人團隊去旅行嘅分別嘅啫。人咧係社會動物嚟嘅。群旅咧，就一齊旅行咧，一定係人生嘅一大樂事。一齊食飯，一齊飲酒，一齊開心，一齊研究去邊度玩，好開心嘅嘢嚟嘅。當然，即係如果個旅伴同你唔夾咧，呢個係好辛苦嘅。好彩我係比較隨和嘅人啦，我又唔係話好煙尖聲悶嗰啲人嘅，我亦都識揀我自己旅伴嘅。所以其實so far咧，我係未試過一啲好差嘅旅伴同我去一啲好痛苦嘅旅行，而我去一齊去群旅嗰陣時咧，玩得好開心嘅，直至到前年咧，我喺日本嘅中山道咧行山嗰陣時咧，嗰時我係同呢個攝影師一齊嘅嚇，都係拍我嘅vlog 啦。咁啊車站等車嗰陣時咧，遇到一個咧單身嘅荷蘭女士，年紀同我差唔多。咁啊大家等緊車啦，咁我好中意撩人傾偈嘅，你知我。跟住咧，我就同佢傾偈啦，一齊等車個半個鐘頭之間咧，佢啟發咗我，完全唔同啦。傾傾下咧，先發覺咧，原來咧佢唔係我想象之中嘅孤家寡人、被逼獨旅嗰隻嘅。佢有好幸福嘅家庭，兒女成群，亦都好富有。佢每一年咧，全家人一齊去英國 Southampton 坐郵輪嘅，跟住去 Port Lauderdale， 即係美國 Port Lauderdale 再坐郵輪去 Caribbean 嘅。咁每一年咧，佢除咗呢啲家庭旅行以外咧，佢會同屋企嘅老公啦，同埋佢嘅仔同埋佢嘅孫告假1個禮拜嘅。咩意思咧 ？Take a long vacation， 佢自己一個人不帶走一片雲彩，佢堅持唔帶自己嘅仔女、老公、孫仔、孫女去旅行，佢要一個人去 solo traveling 1個禮拜。咁去一個陌生嘅地方，佢自己決定、自己 plan、自己訂酒店、自己訂機票、自己訂行程。佢話咧係為咗揾翻佢青春嗰個時候嘅堅韌同埋堅強。佢唔需要問佢老公今日食咩嘢，佢唔需要將做阿仔去邊度，都唔需要將做孫仔去一啲佢唔中意嘅樂園嗰度玩。佢完全係跟翻佢自己嘅心，用佢嘅語言咧，佢就話佢係 love herself， 佢會愛自己啊，全心全意100% devoted to herself。睇下自己到幾點就瞓到幾點，起咗床之後咧就摸下自己嘅肚，想食咩嘢就食咩嘢，到自己開心，即係食啲 comfort food 啦，佢自己中意食嘅嘢。最緊要咧，佢同我講咧，佢成個行程咧。update 自己嘅 Facebook、Instagram， 當然佢冇 YouTube 啦嚇，所以咧佢係冇觀光嘅壓力嘅，佢從來都唔會去啲like 嘅景點啦。呢樣嘢同而家嘅旅行好唔一樣，即係我都去好多唔同嘅方式嘅旅行，譬如而家中國大陸嘅旅行好中意咧，就係旅行嗰時係拍攝嘅，咁我就揾個攝影師跟你化埋妝啊，着埋民族衫啊，跟住拍。佢哋成個旅行嘅目的咧就係為咗影相、打卡、拍片。
其實好多時我哋咁嘅，老老實實，即係我譬如我去湖南嗰次都係咁樣嘅，都係隨波逐流咁樣，就去一啲壓拉嘅地方，搞好耐就為咗影一張相或者拍一條片咯。不過咧，呢個女士咧，荷蘭呢個姐姐咧同我講咧，佢咧就唔 update 自己嘅呢啲 social platform 嘅，因為佢成日佢圍繞住一個目的嘅啫，佢咪圍繞住 Facebook、IG 嘅 like， 佢圍繞住佢自己轉嘅，佢自己想去邊度就去邊度，叫做揾自己嘅 happy 咯。佢中意大自然嘅，所以佢今次咧佢就嚟咗日本嘅中山道行山嘅。佢做得好plain 嘅，即係唔係話做得好靚咁樣。因為咧佢話咧荷蘭嘅冬季咧係冇陽光嘅。咁舊年嘅聖誕節咧，佢就嚟咗巴厘島，喺度浸喺度泳池入邊咧。而家我隻巴厘島咧就係曬太陽嘅。佢對我嘅衝擊好大咯。荷蘭人嘅生活嘅智慧咧真係好強大。因為咧佢同我講呢番説話嗰陣時咧，我已經有20幾30年冇獨旅噶啦，我新到有啲驚嘅地步。你叫我一個人去旅行咧，漫漫旅途下，我同邊個傾偈？食飯嗰陣時同邊個乾杯啊？最簡單，邊個幫我影相？前2日咧，日本電視台咧就訪問咗山下智子，即係大家有睇過《Long Vacation》木村最高峰時候嘅一個日劇嗰陣時咧，咁嗰個女子咧就接受訪問啦，話點解喺電視機前失蹤咗咁耐啦？原來咧佢話咧佢拍完嗰個節目之後，佢好出名啦。不過咧佢就想多啲學嘢，多啲認識呢個世界，想遇到一啲從未見過嘅人。想睇從未見過嘅世界，於是乎佢係一個人選擇去環遊世界咯。咁好持續嘅獨旅咧，令到佢咧得到咗屬於佢自己人生嘅自信啊！佢話咧呢個自信咧係大過佢喺演藝界得到嘅自信好多嘅。而家61歲啦，佢喺電視前面講咧，而家最開心嘅時候咧就係而家啦。亦都係佢人生嘅巔峰期咯，佢嘅人生嘅巔峰期咧，就唔係佢拍 Long Vacation 得到好多掌聲嘅時候，係佢經過獨旅之後咧，得到自我、得到自信嘅時候咯。講咗句嘢咧，當年咧，他表話 心強くしてくれる，即係話咧，一個人嘅旅行咧，令到內心更加堅強。舊年咧，其實中秋嗰陣時，我試過小試牛刀啦，喺香港試過獨旅嘅。我一個人咧就搬咗去長洲嘅我朋友嘅度假屋嗰度住咗1個星期啦。每日都喺長洲嘅沙灘上邊咧睇下叔本華嘅哲學嘅書啦，反省下自己獨活嘅能力啦，發現都唔錯。好彩我係冇嗰隻伴侶焦慮症啦，或者係旅伴嘅思念症啦，都冇嘅。我可以一個人食飯，一個人逗自己玩咯。所以咧，今次咧就嚟咗巴厘島啦。我一個人拖咗好細嘅篋啦，託運行李都冇，帶咗幾件換洗嘅衫。而家嚟咗巴厘島，呢個就係我送俾自己2026年嘅新年嘅禮物啦。